大家好，我係註冊營養師陳國斌，歡迎大家收睇寶寶百味嘅百味營養學堂。當小朋友6個月大開始咧，就會接觸各式各樣嘅固體食物啦。家長咧亦都會針對各種嘅營養素咧，幫小朋友一一去補充個噃。就好似係鐵質啊、DHA 啊、EPA 呢啲嘅脂肪酸咁樣啦，家長咧都會非常之咁緊張嘅。咁但係其他營養素咧，可能家長就會忽略咗啦。就好似係碘、R 碘咁樣啦。其實咧，香港好多小朋友咧都缺乏個噃。碘嘅來源喺邊度嚟呢？好多人都聽過啦，就係喺海產啦，又或者咧含碘嘅鹽，包括咗咧加咗碘嘅食鹽啦，又或者咧係食海鹽咁樣都可以咧攝取到呢啲碘個噃。咁海產方面咧就包括咗魚類啊、貝殼類啊、甲殼類啊、海帶、昆布或者一啲嘅海藻咧，都係含有碘嘅。不過點解小朋友會缺乏呢？過去我哋一個誤解就係覺得咧住喺海邊嘅人，好似喺香港咁樣啦，一定係食好多海鮮啦，又點會缺乏碘呢？咁但係呢個諗法咧就未必正確㗎噃，因為而家好多香港人食緊咧就唔係海鹽嚟嘅，就係食緊咧一啲冇碘嘅電解鹽啊。咁呢啲鹽咧本身亦都冇加到咧額外嘅碘。咁另外咧家長嘅飲食有陣時咧都係比較局限一啲嘅，就好似媽媽咧喺餵哺母乳嘅過程當中咧，好多時候好多食物嘅禁忌嘅，譬如一啲貝殼類啊、甲殼類咧都唔夠膽食㗎噃。咁所以其實海產咧食得唔多咧，自然碘咧都會缺乏㗎噃。咁缺乏碘有啲咩問題咧？咁好多研究都發現咧，缺乏碘嘅話，小朋友咧嘅發育會受到阻礙啦。嚴重嘅話，亦都會令到佢哋嘅智力發展咧係受到一定嘅影響嘅。咁喺2001年，香港大學嘅醫療團隊咧就已經進行咗一項嘅研究，發現咧香港嘅小朋友當中有45%咧就係有輕度嘅缺碘嘅問題嘅。咁佢哋亦都建議咧3歲以下嘅小朋友咧定期去食用一啲含有碘嘅營養補充劑。咁當然作為一般嘅家長就唔會知道自己嘅小朋友係咪缺乏碘嘅。咁所以想家庭健康嘅話咧，可以去考慮係進食一啲海鹽啦，或者加咗碘嘅鹽嘅。咁當然 BB 仔咧食嘅嘢，我哋就唔會加鹽去調味啦。咁所以咧，佢哋就要定期去食一啲嘅海產、魚類或者係昆布啊、海藻呢啲嘅食材，令到身體咧可以吸收到足夠嘅碘啦。其實仲有好多關於小朋友嘅營養育兒資訊嘅，下一次我哋就會喺寶寶百味嘅百味營養學堂咧繼續同大家分享啦。